Hello， 年初一入嚟啦喂 ，Come on， 開波啦！初一都開波啊！你話幾勤力啊 ？All right，yeah，Hello， 點一點咪先？飛啊！第一個 hot 啦，第二個 hot 啦。誒，放啲音樂聽啊，放嘢音樂，來，新年啊 ，Aries， 莊少千，恭喜發財。OK， 莊少千，音樂會 background 會太嘈冇 ？OK 啊，講嘢聽到。今日你幫我 set 呢個 John Dill 嘅音樂，迎春舞，謝美鳳來啦，美鳳，米粉，食米粉啊，食米粉來了啦！莊少千 good 啊 ，All right， 今日大派紅包啊要 ，Anita， 張少，新年快樂，新年快樂大家，莫少金。Very good， 音標就 OK。Aloysius Fan Kin Huang 來，馬威哥、邦明強，叫發財啊！睇下喂，嚟，林美華給紅包，你給的，你放心。張kiến道，叫發財，千兵攞一萬，哎呀，攞一萬有邊有紅包攞一萬啊？徒弟來。2連1攞1萬，哇！攞1萬啊，跳簫啊！李興興、黃玉劍啊，劍埋一大老虎嘿喎！呢條啊字呢要硬當嘅啲啊，因為卡斯不驗晒係嘛？劍來，好，羅炳文啊 ，Aris 攞1萬，葉照攞1萬。good 啊，給你胖，恭喜發財大家，新年快樂！雙木林，歡迎你進來，莊阿叻，係大哥林，誒同他大哥邊？誒自己有誒，老虎啊，Peter Liu，羅美燕，莊建清，發強廖發強，李美欣啊，誒有邊個嚟啊？福利好，啦，李德強，葉超啊 ，Eddie Chin，嚟，哇，是黃玉劍啊，莊劍清 ，OK， 唔錯啊，你話年初一係咪能走晒？都唔到3分鐘，500幾個，今日好嘢啊！小紅露紅笑富利哈 ，William Chong， 別看 William， 李德利，會是 Happy New Year， 開始哦，姚一，哎，姚一是姚乙來是嗎？姚乙不是去現場咩？今天我都錄了回來了嗎？哦，現在又現場播那個 Love Sam Wong， 大家好。哇，很快 ，Super 李練，漢強 good， 邵平河，廖平河，黃江明，黃光明，李德強，點樣也好追啦，誰喺那裡也進來啊？廖漢強，係咪來過啊？先鋒來過啊？是咪來寄紅包啊？要條 can 呢嘅紅包，咩個集大本咧，3000人入嚟咧咩本？興，劍蓮，係阿 Roy 來了，哇，香港啊來了啦，香港進來了，食飽未？食飽啦，哇，聽講唔係聽講，直情睇到你尋晚嗰餐啊，真係一流啊，閒地啊，阿 Roy 閒地阿 Roy， 我睇下。最少都1000幾蚊嗰餐啊！你兩公婆食，但係香港係好貴啊！我知道，人生有幾何
係咪？而家 COVID-19 咁猖狂，有得食就食啊，食唔晒啊，食唔晒擠雪櫃，嗰啲錢用晒咧，寄過俾我，俾外父。喂，講錯咗，唔好開槍。Roy， 哇，係啊，好聽啊音樂，頭先音樂好聽啊。OK， 我專登 download 落嚟。開發，好啦，醉了未啊發？啊，不醉啊！來，小小聲，最好聽一下的，小聲一點啊。OK， 這個張平夫特地做首音樂來和我們全部大眾啊，真的很好聽。開玩笑，孫慶來了啊！人哋問我，喂，呢件過年着咁嘅 T 恤嘅，喂大佬，你冇睇呢個 T 恤啊？何勇講係獨一無二啊！唔係嗰日嗰件鼠年啊，鼠年佢掉咗啦，好衰啊鼠年！而家牛年啊，扭轉乾坤！掌聲給我的第一號 fans 李德強。全個世界得兩件，李德強一件，我一件。其實啊，唔開發啊，嚟啦嚟啦，好啦，講下 T 恤呢個 T 恤，所以咧，物以親為貴，以稀為貴。安那裝啊？唔係話送一件哇幾百蚊嘅大衫俾我着，好似又熱幾涼爽啊 ！XL 添啊！哇！我契仔阿文都着得落。其實今日我有助手啊，你哋睇唔到啫。一陣間 last minute 嗰陣時啊，擰過嚟。好嘢好嘢好嘢 ！Jennifer，I love you，Jennifer，I love your New Year，Happy New Year。安那種謝謝你的紅包，安那種哇真係 Sam Su， 誒 Sam Su 啊，夾動離好近啫。大雁先喂 Raymond 喂 Raymond 喂，馬波羅來了，牛氣沖天。你講啊，6分鐘前多個人4條魚換掉了，4條魚，哎呀，掌聲鼓勵。撳錯咗，再上啲撳錯。誒 ，sorry 啊，呢個收卡係新買嘅，掌聲喺邊度？啊 ，sorry 啊，撳到烏鴉叫嘅 ，sorry，志明莊黑皮牛呀 ，Edmond 莊 Kelvin 金，恭喜發財，師傅哥嚟咗，大家開心咪好啊，真係開心啊，真係今晚。算係你紅包最大啦，老實講下。好啦，興昂發啊，繼續發落去啦。啊，1、2、5、2，好啦。盧偉康嚟，大家，哎，現在1000多個人呢，每個share出去就很快就3000多個，我就派紅包了。謝一輝，Vincent Day，來分享出去，趕快多一點。今天外面很多人做。所以我不派紅包，沒有人進來，大家都知道啦。我今天任你搶啊紅包，哎，慢慢來啊，講紅包，馬波羅一天要歡啊，啊，見者有份啊，偷偷笑喎。好啦，等呢個音樂行完咗咧，就講啦，嗱，大家初一晚上好，晚上好大家。趕快分享進來，今天有好大隻急那隨街跳啦，隨街跳，見者有份，恭喜發財啊 ！OK，Kenny Ho， 今晚派紅包唔使搶噶啦，來，走過路過不要錯過，今晚上張少林這樣多紅包不派了做麼？70多歲了，這COVID-19就這樣猖狂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真珠都冇咁真啊！啱啱我哋講而家開始冇，你攞到紅包什麼走晒㗎啦，我知道啊！喝一口酒先，開多一瓶。
開到一片，開到一片，恭喜發財啊！恭喜發財，恭喜發財，恭喜發財，分分鐘啊，分分鐘需要你。Yuki，anyone？Yeah，all right，18。發耀詩才，連春風也這樣，而家話發耀詩才咧，啲係過音名都連春都梗係唔知啊嘛，讀喺春風啦，春風它吻上了你的臉，一定唱歌啦，還沒有去過戲講啊。Sam 叔，日用 Sam，通常係心蘇係姓咩嘅？俾你猜下，心蘇。梗係姓楊啊，楊心蘇啦嘛。嗱，我一路，我今日先唱一首歌，唱一首歌先，唱首新年歌俾大家爽下先。我揾嚟揾去咧，呢個版權咧，真係冇一個適合我，冇辦法啦。自己打個音樂，哇！注叫乜版權？來，掌聲！哇！每條大街小巷，每個人的嘴裡，見面第一句話的就是恭喜恭喜。恭喜恭喜恭喜你呀！恭喜恭喜恭喜你！新年快樂！冬天已到盡頭，真是好的消息。溫暖的春風就要吹醒大地。恭喜恭喜恭喜你！恭喜恭喜恭喜你！恭喜發財啦喂！你俾紅包我先落嘅，我先入翻俾你。過年啦，歡啦，是的。客家佬，這個年就不是風，你話命上下無從，慈善永永愛幫，過日熱汗燒下香，燒香新鮮保佑你，保佑這個福壽長，掌聲鼓勵下來，客家佬。真心真香就愛裝，保佑合家健康，發達愛車雙床，照顧各地街坊，燒香新鮮保佑你，保佑這個福壽長，耶！哈哈，在這裡祝大家新年快樂，萬事如意，最重要身體健康，什麼叫假的，對不對？客家佬。B 超10，mari，tiap-tiap lolong, tiap-tiap orang murut, nampakmu ke pertama, ialah kongsi ni ya, kongsi ni, kongsi ni ya, kongsi, hello, kongsi ni. 靚啊！上天，嗰聲，硬燒來啦！嗰聲，硬燒見走時，先有位走條拜拜情人出去食齋，點也冇去到位啊！真係嚇，難忘到你啲齋真係，哇！人哋食齋頂籠係30蚊，佢嘅齋啊，應該係成1000蚊㗎！哇！掌聲鼓勵啊！掌聲鼓勵啊！用家同埋講啊，然後邊啊，皮亞陳來，老兄好，少哥你今年一定沒有出齋的啦，安哥先你都搬走了，是咯，哇，今日走去康樂嗰度想打包嘢，哇，水靜河飛啊，冇一間開啊，結果咧白行一輪啦，翻嚟食2粒生熟蛋，呀，當係食齋啊，啱冇？興旺發啦 ，Christine 汪開發，阿發一個發就好啦，你做唔切啦，你仲要發，又單身寡佬，而家一個人喺屋企，我知道
叫你過嚟喺度幫下手噶嘛，一下忘記咗。哎呀，冇所謂，下一次啊，好啦，點樣講要攞紅包呢？等下先啊！我揾個徒弟入嚟。那今晚上我叫很多我的徒弟啊，我的好朋友啊，很多民歌星過來聊聊一下。金錢去燒個一我的，謝謝你咯，來咯，一點點啦，少少無虧，多多益善。啱啱我唔夠錢派紅包，我今晚上最少要派50個紅包，但是不多啦，不多。你看你在中國，你搞那個微信紅包，呀嘢啊，5針一個，1溝錢10個人分，5溝錢呢60個人分。哎呀，咁小氣冇法啦，啱冇，掌聲鼓勵啊！50個紅包，每個紅包8溝錢，8溝錢好犀利啫嘛，10個80，50個500，400了。Sam， 你要紅包可以的。牛運亨通。那我講怎麼樣拿紅包？如果你的電話後面有一個8字啊，後邊那個8字啊，你馬上 set 起嚟，我就馬上我左手啦，就依我咧，馬上入呢8溝嘅。如果你後邊係2個8咧，就16蚊；如果3個8咧，24蚊俾你。但係好少人電話有3個8㗎啦。That's me， 我講電話一定要有8在後面。來，現在馬上出一個有8，我做給你看。誰的電話後面有8的？你講，我你0123451718。而家我做俾你，如果收，哇，大佬好多人想8㗎。再嚟嘅話，又係太鑊喂，又係太鑊。啊，當然0111635644，哦，你肯定攞到啦呢個。慢慢嚟 ，DSV 01116356，哇 ，Luke， 哇 ，Vincent， 喂，左手快啲影起嚟喂，影起嚟，行前啲影唔怕 ，OK， 一個 set 俾你哋啊，0122344788兩個8啊，弊啦，因為弊啦，我話弊啦，2個86蚊啊。唔係9868，唔係700啊，700即6648 ，Desmond V 6648 9018又係喎，哇，好嘢！彩雲，問彩雲，等一下我找你，我現在就找彩雲出來 ，OK， 謝謝彩雲。我以為你沒有空，彩雲，我先找啊，等一下。來，我找我最新的徒弟一下，看他有沒有空。最新的徒弟啊，羅1萬了嘛。如果你的電話一路來是吧，你一直放不要緊啊，我就拍到相就有了。sorry 啦，0553是沒有啊，5跟3加起來8，我更會咯。哇，大佬5加3是8嘛，是對啊，是對的。哎呀，呢個88388好就隔一隻喎，唔係有4條8呢喎，犀利啦！Debbie 9728係咩嚟嘅？邊度揾得到啲紅碼？來，找個人進來聊一下，看下，好，我看一下誰有空啊？我看誰有空。哎呀，先找個不是唱片歌星，先找個唱片製作人。來，我看他在沒有？來，你知道我找誰嗎？鄭國亮，沒有聽，哦，他沒有空，不要緊，先給紅包。一路給黃明8868，黃明志嗎？黃明志不要給，黃明志不要給，看到他，黃明志啊，不是啦，講笑話了啦 ，OK，
曾国亮没有空。在前那个新的土地看啊，哦，还有一个新的土地啊，罗一万啊，哎，基本上很新当的，找人都可以了了。羅一灣，羅一灣定係茅啊？行咗坐莊喺茅園，日日通天嗎？日日通天嗎？羅一灣，嗱，記得有收到紅包，等一下打出來啊！不要說我沒有給啊，肯定給。你看我的工作人員幾忙啊，3個工作人員啊。開玩笑，羅一灣啊，我找他出來。All right， 來 ，Hello， 哇喂，5條8啊，不搞錯嘛？掌聲鼓勵！有冇睇我？喂，5條8是給全部給到500，哇 ！Hello， 羅一文，哎，睇上啲，睇上啲。OK 啊，羅一灣係啦，羅一灣，車上啲，羅一灣一條睇啲行前啲嚟，羅一灣，啊，睇上啲嚟，羅一灣要發到財嘛，羅一灣。要發到財啊！發到財都變啲紅包來咯。咁講起話醫護率話啊嘛？誒，醫護率嗱，而家喺度做講醫護率呢喂。係啊，喂，醫多少啦？醫多少？而都冇醫護率嘛，而個。醫護率係平點醫喎？咁睇老婆就係醫咯，冇人估寒。係啊，係啊。啱冇？係啊。聽講有老婆炒股票炒到後人後到你嗰啲啊，醫啲來。冇問題，冇問題。誒，好，做咩唔開麥鑑點嘢？冇麥鑑啊，做唔到嘅事啊，我可能潛少。係啊，係用而冇麥鑑，除烏卡做裝，點解捉到馬達捉到而做金等啊？同你講啊！啊？捉到都係打錯啦。誒，捉到唔講要潛嗌多囂台。係我。係啊，係啊，係啊。OK。點人即係毛拉希啦，毛拉希啊，做卡啦，響下做後製啦，陪咗老婆咁好，都掟咗銀到10年咯，係啊，幾多百萬都晒佢咯，係喎，講阿 BB 呢個 BB 點解黃鄭淵財嗱，幾多人想叫來生嘛？想叫來生啊，叫來生然後仲要賭博喎，係喎，下後仲要賭博喎，埋隊都賭喎。係啦，坤亞央都睇到啦，成個賭成個賭神咁樣嘅。賭運下招錢啊？OK， 老師講二人幾多？講。有40人啊，入來，繼續做和平亮，係嘛？定係要啊？OK， 誒，恭喜發財啊，女灣。誒，靚過啊！錄影乜問題啊？啊，乜個有女冇錄影啊？係邊樣做嘅你話？啊，嗱，希望再唔錄啊？點解係75歲用嘅？因為事情都錄唔到和平亮。所以拉啲叫嚟塞啊！所以拉條叫嚟塞啊！包括佢個人錢注定嘅潛移啊！你話女灣 ？OK 啊？好啦，誒，恭喜發財啊！係啊，睇些片案啊！好 ，OK， 掌聲給羅一灣嚟。check 一看啊，收個恭喜，那個恭我要笑，阿叔公嘅恭來啊嘛，嚟，哇，飛頭嘅 S， 和平亮嚟，哇，喂，只限50個啊，我嘅助手，嚇，哦，嗱，要了件毛衣喎，咧就xem住啊，哇，好彩哦，人要錄81078888毛衣喎，咧嗬，3條8狠進喎，324條。
如果你们马上去注册可以的，要到11点吗？先马上注册啊！金信一给注册，仲有咧啊，好了 ，OK 啊，有些人收到了，跟我讲一下啊，不要说我是好呃人嘅，又話俾紅包，如果唔追到係低閃銀，多謝你哋，我就見到好追銀。你搬上班买的新的烧烤吗？新的烧烤没有哦，这里找不到。我就搬上班，只有一家罢了，叫做 Life Ready。我买那个巴剎那邊電子街啊，行出嚟，有一檔賣眼鏡嘅喎。你不是張少林歌神？來，拍張相，拍張相。拍相可以，但是呢，你要 discount 給我東西。不用 discount，任你選，任你選。我就选到这一副了，50多块钱啊！哇，我的朋友真係注意到我換新眼鏡，哇，6條1生意發發啊，咁靚個紅帽啊，點定？好靚仔咧，2個來啊，你2個來，好 ，good，來 ，now I one more song 啊，先係 one more song， 你好麥。Never mind， 羅建成8879沒有了，我就後面3500，不要玩我啦，個 Sam 啊，不要玩我啊！122發得個 Sherry what 啊 ，Sherry what？I don't know， 來，我很喜歡唱這個網絡，他寫歌詞很像我，唱了2次了，嘿嘿哈哈，過新年，來唱歌嚟。Alright， 唔喐啊，唔喐啊，大佬，嘻嘻哈哈過線咧，唔喐啊，喐啊，嚟啦喂！今年2021年，大家都患了中肺炎，出去外面很危險，不要來我家拜年，我家沒有咖喱，沒有咖啡，給紅包又沒有錢，不要來我家拜年。如果真的要拜年 ，video call 是最方便。如果要給紅包，以我的最方便。哈哈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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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看到你的臉，嘟嘟的辱罵，不要來我家拜年，噔噔噔噔，不要來我家拜年。嘟嘟的辱罵。Jangan sini sana pergi sini pergi We wish you welcome 唱这个新年快乐好 Kim Sin Yap 喂先成功嘅有一個出嚟咋有啊應該有嗬出嚟講啊唔怕給你聽到Kevin 超 Kevin 恭喜發財等嚟睇個邊珍貴如金 Coco， 呢招嚟了，哇，全部嚟了，哇，翻嚟啦，我感覺到我啲師兄弟師妹全部翻晒嚟啦。楊靜，後灘啊，衝到入咯，衝到入我哋間，咩啊？要請個朋友嚟，請個朋友啦，可能買嘢啊，好嘅。So far so good，請到妹仔有點嘅啦，請買嘢啊，請到妹仔聊咗嘢妹仔啊，可能那妹仔，以前他在雅阁小小的，好像8、9歲，整是在雅閣，我都製作他童星以前。現在大了咯，見到好睇咯，尤其是一兩粒啊，咩眼啊個兩粒眼睇啊，
我找他出来。有個客家名叫做郭淑云啊，郭淑云啊，哇，他不敢听，这样的意思是暂时没有听。OK， 我再试试看一下。Please， 哦 ，Please，come on， 来了，来了啊！好戏。Hello， 郭淑云，新年快乐！打招呼一下。新年快乐 ，Hello， 哎，看不到东西。你不用看，我看。哦 Hello， 大家好，新年快乐，年初一快乐！哇，今天打扮的，喂，好像以前这样美哦。听说你生一个孩子了是吧？嫁了是吗？加了，我早就加了小哥，7年了咯。怎么你不等我？不是，你不等我的开仔，没有。你都没有介绍给我，哎呦！我还以为我没有人要。没有我开仔，我3个开仔嘛，我不知道选哪一个给你。3个都很靚仔的，我跟你講。為什麼我不敢介紹給你呢？靚仔冇本心嘛，我怕害到你，對啊。不會的。是啊，你現在這個老公好啊。你的開仔嘛，我老公當然好啦，不然的話，你看我這樣開心，對不對？是啊，哇，你老公真的很好啊。對啦，又靚仔又好。是啊，哇，一天幾次？這個次是什麼次先？沒有吃飯啊。不過最近3次啊，比較少。最近吃比較少。你沒誤會我咩？我當然講吃飯了嘛。沒有啦，有的時候我可能會想多了一點點。你知道我開仔一天5次啊，早餐、中午餐、tea time、晚餐、宵夜，你看一下，對不對？5次。這樣他的體重。哎呦，太厲害了哦！現在他 XL 穿不下了。哎，你電話後面有個8字嗎？有8字，我都送紅包給你。哎，不用了，我都給紅包了，我給你兒子了，對不對？掌聲鼓勵。對啊，你給我紅包了。我收到，我下午的時候我就收到，早上的時候我就收到上國的紅包，大紅包一個。所以你不要用一窩，你都浪費了，對不對？100多塊哦。我現在我就重新把它導入下來，然後在我的電話裡面，它肯定是 active 了的，不然的話，那個錢都不會進來。我還把它截屏下來，有你的名字是你 transfer 給我。OK， 好的，誰的電話趕快再沒有收到的再放上來。OK， 我的工作人員在機前了，是不是？淑云，是。人家問我為什麼你名字叫郭淑云，不要叫郭塑膠，郭淑云，郭塑膠。也是客家人，然後在取這個名字的時候哦，我的外公哦，他其實是有份幫我取的，對。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身為客家人，他們沒有意識到這個東西。是啦。然後對咯，慢慢長大過後我才沒有啦，可能他們是想要我就是刻苦耐勞一點。我爸爸就按我這個少年，我都小不知道，大了才知道，這少了一個臉，全部都女兒。不會，我的思路是很正規的，我一直都是把你當成那個少林功夫那麼光榮的那個名字。哎，我知道你上面9年前了，蕭以琛。久了，以前我真的小。24年有嗎？差不多。那時候我8歲、9歲。你今年30多是吧？不敢講。但是我永遠還是保持在18歲。OK， 好。以前很小的時候，你看我現在都這麼大了，是。你還那麼年輕。好了，祝你們闔家平安啊，夫妻恩愛，再早生貴子，謝謝。我老24年製作的歌星，哎，唱歌啊，不要等啊，是吧？怎麼等？
人生很快过了几十年，会怕自己，自己怕自己。来找首歌给你听一下啊！哎，你不要叫我唱那首《输晒你输多少》，係似咁愛啲。阿桑哥，哎，又講乜亂唱？不要唱，這樣我選一首，我跟小黑跟你講啊！等一下我找小黑出來，等一下我找小黑。我跟小黑有唱歌的首，在 YouTube 裡面啊，福建歌來的，來。哇，人走了很多，不是走很多人看其他节目啊 ，OK 了，来，然后178417388有冇啊？来了，来了喂！人生70才开始，80满是。世间90咱无稀奇，100笑咪咪。喂，60岁是老小弟，50是红衣，40困伫摇篮内，30才出世。All right. One more time. 人生70才开始，80满是。世间90个无稀奇，100笑咪咪。哎呀，60岁是老小弟，50是红衣。40困伫摇篮内，30才出世。哇！恭喜發財，大家！好運來啊，興旺發啊，和平樣，拜啊，刮痧，真係呀！老小弟啊，50是紅衣，40困伫搖籃內，30才出世。耶！鄭興平，新年快樂，威廉莊，新年快樂，恭喜發財。哎，那收到紅包沒有安置回來啊？哇，好彩那個012768888885條吧，王明沒有依我了，不然的話，我老，哎呀，阿莊啊，來收到的放個信息給我 ，OK， 一品啊，阿尊，來加油，品亮加油，哎，收到啊 ，OK， 有收到，OK， 親 Ken， 哎，客家，給你小鳳，好了，要找個嚟爽一下，9點半啊，我找一個小黑，有空沒有？小黑很爽啊，小黑，我每一次有歌台啊，這裡我要找他，他每一次在檳城啊唱歌啊回來啊怡保啊，他經過我家睡我家，他不回去先了。為什麼？他怕老婆？哎，不是，太遠了，很累了，這樣很累了。來啊，找小黑啊 ，Raju Kumara 啦 ，Hello， 響了，看他敢接電話嗎？一接到就掌聲鼓勵了。沒有了，馬波羅，等一下啦，Petro， 啊，掌聲鼓勵。小黑打個招呼，小黑。好，恭喜發財！看來真的小黑來到就開玩笑，哎，這樣黑的你小黑，人就是黑的嘛。你知道你本來是黑的嘛？是。哎，喂，今年這個 MCO 3月到現在怎麼樣 ？MCO 到現在怎樣啊？啊？天天在家咯，都不能出門啦。哇！
哇，整千块还要加，不好咯，整千块又加到多少？没有啦，什么整千加到？你想整千块还要加，整千块我1分钱都没有得加。哎呦，我是说，现在不可以出门。哦，整天在家是吗？啊，我又听到整千块加，哇，没事千万别出门呐，小黑。是咯，因为现在你看，连歌台也没有得唱，什么都不可以，现在还要罚款1000块啊！你要吃草了哦。是啊，哎，叫你们整家印度人吃什么？那印度婆2个印度妹吃什么？啊，他们啊，随便了，我自己有种菜，随根。自己种菜啊，这么很省。啊，省了现在就是要得省啊，现在一定要得省了的。是啊。哇，不省的不可以啊！哎，听说你老婆有种什么茶果啊，茶龟咖啡来卖是吗？不是啦，做那个什么寿桃。哦，寿桃是啊。啊。哦 ，good， 哎，好啊，哎，有双手啊，饿不死的啊，对不对？没办法，现在本来我老婆就不用做这些的嘛，没办法，因为现在歌台什么演出的没有。老婆不是做这个寿桃来卖咯，今天卖的不错哎，不错可以咯，好，不错，这样好啦，自食其力啦。那成功的男人后面有个女人，就是你那个印度婆，哎，不是，你老婆不是印度婆 ，sorry， 华人，哎，怎么你娶个华人生出来，你的女儿又黑黑的？没有，这个印度人是这样，他的除非你的女儿又嫁给华人了，他就慢慢浅了。好像那个乔华的，她婆婆印度人很黑，她妈妈没有这样黑，是这样的。她出来就没有这样明显了。哦，她已经有掺了，再掺了又掺就不一样吗？哎有人认识你叫拉朱古马拉是吧？你的名字叫？这名是拉朱古马拉咯。拉朱古马拉。拉朱古马拉。这样好了，这样久没有叫你唱歌，我看，哇，阿 Sam 跟你打招呼，阿 Sam。阿 Sam 在哪里？在卡江啦。哦，你们现在在卡江是吗？没有，我在吉隆坡。你在吉隆坡啦。我搬回来，哇，3条8，糟糕，7888，endless。哎，小黑，你的后面电话有没有8字的？我的电话后面有8字，什么字哦？有个8就有红包拿吗？有，我看一下哦，我走过来一下哦。你没有搞错，你自己电话不知道后面有没有8的吗？没有，因为我有那个盒子盖住啊。你女儿有没有8？你老婆有没有8字？我问他一下哦，8字哦，在那个4乘8几啊，4乘8几。好啦，我问他一下。不要问，等一下进来，先进我的 Facebook 来 ，OK？ 这样啊。好 ，OK， 好啊，谢谢你小黑，發仔啊，可寫了，起昂發啦，掌聲給小黑。哇，起昂發，我有爸玉蘭燒，哎，記得玉蘭燒啊，你有爸？係啊。Amy 2個2388啦，012339 2388，哎呀 Amy， 哇，7888呢個 Endless Maxi Line 3條8喎，喂3條8聽葉師叫啊，3條紅包嚟啊，恭喜發財，紅包拿來，來啦嚴兆珍，點解好容易做誒？揭下講下發紅包啊！但是不要忘记哦，如果有孝亲敬老了，给我一点，我就发回去咯，对不对？这样有来有去嘛，不要我一直出没有进，下使出入北使入，当然就死破啦。李桂龙，冇看講嘢，李桂龍，嚟潛歌啊 ，OK， 唱下歌仔啦，講下笑，潛一平要。叫你個音叫念記，
錢有個特別的歌呀。OK， 我有爸不在後面，你們多來講呢？你有爸不在後面啊？啊，冇爸冇紅包啦，係啦，如果實在個紅包，要冇義務的，係冇？嚟，慢慢來，冇緊張，係要殺幾鐘。係前幾年而家掂嗰條講啊，係唔敢唱，咩唔敢唱，忘記歌詞。貴老歌嚟啊，上了版權嘛，話說講，嚇，唱係真打算，咩當家啲啊？一路講咗，偉哥啊，偉哥嚇，偉哥，140來個紅包，你後面是5嗎？來音樂，來了喂，40歲冇列作，60要運練醫科，要得去潛進礦，先得更要計喎，雜雜道，會激流叫是化學，說親切但聽咗會覺，車卡到啦海鮮天會歌，18粒就上來去做，20科，要怕對唔起老婆 ，Hello。切莫是會歌，是錯約會讓人起火。嗱，最後會折多，是欲先得偏我亦要學。世界上嘅衰東西漸多，雖然發明來易做，天中起是貴撈啊衰過麼？醫學要講錢太過，最怕氣要掉賣得價位高，然使來冇戰火。親切愛好小心，世界上這生冒錢最多。Come on say， 這家都愛去説會歌，18粒就上來去做。20科。要怕對唔起老婆啊！嗱，切莫説會歌，説錯約會夾面起火。哎呀，最後會折多，是盡責病講亦要學。愛説會歌，Yo。Yeah！ 掌聲鼓勵，冇説會歌啊，乜搞笑啊？哎呀，以我的8塊8毛8，哎，謝謝，真的有一點良心哦，總算整個小時還有8塊多進呢，哦，謝謝啊，雙金熊，容易發啦！好了，我找一個啊，呀，叫沙巴仔啊，沙巴仔，我找他一下。你們很少看到他最近，我找他出來，來，泰哥邊，他叫艾文啊，他很喜歡聞女孩子的。啦！哎，恭喜發財啊，文仔！恭喜發財，發哥，係咪多哥？講話，恭喜發財！哇，哎，文仔而靚仔去啊喂，囂生去啊喂！啊，咩囂生啊？哎就訂講叫講啊！冇啲招喚嘅喎，要咩？記得2看5豆啫。哦。2看5豆啫。都看豆去攞，全個見啦。NS 收到紅包了。OK， 謝謝。OK， 嗱，見到係見派紅包喎，哇，派到笑樣啦，3得人做工都來唔切啦，見啦。咩啊？凡係一聽話要8次咧，就要8條，286條，3搭8要4條。啊！
啊，58咧 jackpot 全部比賽期400 Q。今年有只58喎，睇呢件毛衣喎都好彩喎，件毛啊毛呼hiệu喎。件毛呼hiệu啊！啊好彩咯，係得400 Q 半錢嘛，28 Q 50隻嘛。而家聽翻曉不曉8毛？起碼我哋邊有紅包嘢啦？阿榮仔做，而咩沙巴仔冇賺沙巴公嘢咩？你見得做好麻煩咯，喺隔離嘛。哦，係啊，冇錯，即係冇賺啦。冇賺啲啦，賺乜嘅？你兩熱沙巴要冇老婆，係啊？啱咩？毛八要切啊，要切5隻，要切啊！喂，而家見啦，3月份到嘅咧，又喺毛涌嗰個啊。要衝個去年3月 MCO 嚟衝個7月係按照光明日報主辦禮儀42週年45啊。啊，咁 OK 咯。今年9月啦，咁嚟到咗啲做嘉賓啊，有出糧誒。有出糧，有出糧一啲啦。識晒咯。冇響未派，哎呀3條8來啦，有咪派喎？3條81888點派完啊 ？OK， 誒，再 send 一次過來，多謝你阿榮仔，多謝你，生日快樂。OK，多謝啊 ，happy 啊。OK，拜拜。你看做歌星，每一個都覺唱嘛，冇歌台啊，因為變咯，大家都一樣咯。沒唱艾文嗎？我再找一個看一下，很紅啊。This one is very the rap 呢。Let me see 啊，Let me see。OK， 這個我的好兄弟啊，如果他不借我電話，我下次他有什麼歌台什麼七戳戳難拍啊？沒，今天初一不可以講出啊，我不要去啊。我叫他幾十年朋友，同一個公司以前，試看。冠軍歌王莊學仲沒有聽電話，如果聽電話，掌聲給他一下。聽電話了，掌聲鼓勵。按錯了，按到機關槍。學中好，Hello， 哇，原來你的 WiFi 這麼差了，還差過我這裡啊？什麼事？重新連接啊！看下 ，Hello， 老兄。每一個人很順利啊，就是你比較複雜一點的。哦，把聲沒有線啊，這把聲啊，哦，因為把聲嗰邊來的很兇啊。哎，打個招呼呀，學中。Hello， 聽到嗎？大家好，我是莊學忠。掌聲鼓勵。哇，恭喜！哇，是啊，你就好咯，學忠。怎麼好？我不知道啦。我聽說你那天做直播有賺到相當厲害啊，算錢算到手軟了，是不是真的啊？沒有啦，我是剛好幸運啦，也比較幸運做了一場就可以過年咯，開心一點咯。哇，一場就過年。我們做一年做一場都過不到年了。沒有啦，其實現在我覺得 MCO 我個人感覺啦，我覺得整個開銷反正比較少。哦，對，是啊。開銷省的人多啊，因為沒有出去啊，沒有出去你就沒有開銷啊，沒有應酬啊，沒有吃飯喝茶什麼，所以省得很多啊。我也是省。然後你看這個過年，是啊，衣服也不用買啊。哦，對，我也是省着嘛，莊主學忠。我只是每天就叫雞飯吃罷了，便宜的，7塊錢的。哦，你吃雞飯7塊錢啊？我沒有啊，我自己炒哦。我自己炒雞啊。不是炒雞，我是素的，我哪裡吃雞？哦，你吃素的？
哎呀，sorry，哦，sorry，按错了。哎，我要那个笑声，哎，新买的这卡不在哪里？啊！学忠，这个新的烧烤好是好，但是笑声太长了，我不喜欢这个笑声，太长。哎呀，这是便宜的没有好货的啦。哎呦哇，你这样讲，哎，你报销一价来咯。我现在跟你差不多一样啊，也是没有到零收入啦，但是也是差不多接近了。哦，这样好了，最重要大家最重要是健康啦，健康。我现在 MCO 我其实也有了新的那个领悟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说最重要人呐，现在这个时候，如果你保得健康，有命就有福。对了，我想这个是很重要。是的。啊，对，所以大家就要比较怎么讲，注重那个防护措施啊，要照顾好家人，照顾好自己。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，目前我们当前要做的事情，最重要是这样子。好，在网上很多人问候，哎，雪中大哥好，哇，好啦，开心就好，开心是 ，OK， 好，谢谢你，庄主，我们有机会再合作。我本来要去你家拜访啊，你说，哎，不要来，哎呀，外人不要来。只有老婆可以回来罢了，外人全部不能进来。对呀。等疫情过了之后，我们再去了。OK 啊，谢你，新年快乐。谢谢， OK， 好 ，Good， 拜拜。红包派完了没有啊？哦，喂，还有很多红包啊，还有18个啊！你们要就快一点来呀！今天年初一啊，年初一很早要睡觉了，因为昨晚上没有睡到，差不多3点才睡。那个炮仗啊，哇，很凶啊！昨晚上没有办法咯，哦，凶就凶啦，给他凶咯。就今晚上啊，表现哎。我那天去买这 organ 买到一支这个，什么莉莉去了，我忘记了，尤克里里，那个老板讲，张先生你是唱歌，我讲会难嘛，容易的。几个音罢了，有没有声音 ？Hello， 有声音啊 ？OK， 可以，来啊！我今天练了整天的这首歌，邓丽君的歌，不是，这首歌听说是本地槟城的人写的，邓丽君拿来唱红了。今天才练的嘛，跟你讲而且这跟吉他完全不同了，那position完全不同了。谢谢掌声，来，很窄，快点啊！南海姑娘，放多点 A 勾下来。夜风飘动云浪。夕阳多远偷看，看见金色的沙滩上，独坐一位美丽的姑娘。哦，掌声！她在惊叹，叹那无情浪，想到泪汪汪，湿了红色纱绒白衣裳。哎呦，南海姑娘，何必太过悲伤？年纪轻轻只是16、8。
旧梦逝去，有新的作伴。One more time。他在青滩看那无情浪，想到泪汪汪，湿了红色纱笼白衣裳，还有南海姑娘，何必太过悲伤？年纪轻轻只是16、8，旧梦逝去，有新的作伴。掌声鼓励啊！ All right， 比较便宜的是100多块了，那才有100多块很难玩的了。你要玩300多块，有1000多块你要吗？我讲老板，我1000多块的买了那个禽鸟，剩下300，就买啊，买这个了。哎，极好玩一下的 ，All right， 给我玩下个，哇，平亮，哎，點解低人眼鏡啊？好像唔屬跌的，不要啊，掛線就跌了子了，哎呀，冇變了哈，對啊，還有啊掛線，萬靈清積水，哇，還有怎麼辦呢？哦，我在錄音室進來才第一不了，我放在外面了，一天第4次，包你什麼青光眼、飛眼、飛蚊眼、老花，什麼都搞掂，來，掌聲鼓勵。 来了1个小时，1个小时，拜啊，挂线！你看我的助理啊，真的忙到不得了。哎，蓝宇，哈，蓝宇，我找蓝宇出来，哎呀，蓝宇来了。你看我找人进来，每个歌星要进来的，这找这个蓝鸟，我放他的花名叫蓝鸟，蓝鸟啊，蓝鸟跑去哪里啊？很远啊。等一下，稍安勿躁，稍安勿躁。 哒滴滴滴滴滴滴，在前面，手里再来，很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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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蓝宇，蓝宇就是姚宇的徒弟，姚宇是我的徒弟，变了这个蓝宇，变成我徒孙了咯，对不对？蓝色的鸟，蓝色的鸟叫什么福建话？叫什么？忘记了。 今天不该讲粗话啊！年初一，蓝色的鸟啊，福建话蓝色也叫啦，想什么鬼？我找他了，我今天跟他通过电话没？蓝鸟，这里不见了了。哇，我的助手就又那边派红包，不要紧，我自己找，我这很快啊，找不到哦，找不到我要放弃了，这样。 就绝对请不到，哇！你这个鸟跑飞去哪里 ？Hello， 赶快出来，赶快出来！蓝鸟没有找，蓝宇没有找到，找到姚宇，找姚宇看一下，找姚宇，我徒弟一下，试试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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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大家等待一下，大家等。哎，他在做直播哟。 姚宇做直播没有空，没闲，我知道他没有空，没闲。哎，算了，没有空，再找这个蓝鸟。蓝鸟在多罗了，怎么这样难找了没？我在哪里找到他今天呢？ Oh my god！ 這樣都慘咯，我的助手都唔知道邊個打邊個啊？沒有啊。從這裡找可以嗎？這裡哦，英文字母找 L 對不對 ？L 藍是 L 啊，藍叫啊不是藍鳥，藍找到了，來。 哒哒滴哒滴哒哒，滴哒滴哒滴哒滴，放一首音乐来点缀一下，啊，呀，欢迎他的音乐，哇，蓝鸟来了，大家好，
打招呼一下。我知道啊。喂，我看不懂自己了。就很小声哦，你的电话。啊？来，蓝雨，哇，蓝雨这样靓仔嘅晚上你。哦，开最大声了哦。可以了，现在可以。开最大声了哦。可以。哎，最近怎么样啊？你在哪里哦？现在？啊？在家。你在哪里啊？现在？槟城啊？北海。哦，北海。北海倒转来怎么讲啊？北海倒转来，你不会讲啊？广东话北海怎么讲？北海对。海北啊，北海北啊！北海啊，海北。哇，整年没有做工了哦。哦，烟房哦，现在。做了30年了，30年。是，哇，你那边很多人讲话的时候，为什么？你那边很吵。我这里很平静的，没有吵啊。张平复音乐点缀一下吗？没有啊。你看里面有多个人出来讲话了。OK 了，我祝你新年快乐了，好不好？大家。蓝鸟，好，谢谢你进来，谢谢你 ，Thank you，因为你电话有点很多嘈杂声 ，OK，Thank you，All right，very good， 哈哈哈，蓝鸟又找到吃的，好，我现在还要找谁呀？去沙巴找个。现在这进南方很红了，西北红啊。我第一个师傅，他第一个师傅是我。你知道我找谁吗？哈哈，老公哎，在哪里哦 ？Wesley。哎，找到了 ，OK， 看他有接电话没有？马上来了，赶快接 ，Hello， 掌声鼓励。师傅啊，師傅，我唔潛意，你唔潛埋啊？你講。要講二奶嘛，而唔係講有望啊。對啊，來，大家掌聲給劉廣一下。哇，現在以前在少林製作公司那邊寂寂無名，現在就南方，哇，紅透半邊天啊！你要奪走我的師傅的提拔嗎？哪裡？那是我公司小嘛，對不對？你沒有本錢。你是第一個提拔我的嗎？啊，師傅。啊，第一個提拔是天才了，第二個提拔也是天才，南方天才啊！啊，真的真的你沒有走錯地方，你好歹沒有走去西方啊！跟你講，完蛋了。哈，是吧 ？OK。師傅好啊，師傅，好久唔見啊！係啦，很 OK 啦。好。你講其他事情啊，唔變啦。保持健康就好了。一年。冇辦法啦，記得冇工作，但係要機會，請你過來做 show 啊，冇請我嚟做 show， 冇你啊。冇問題。人家俾你3千冇。師徒兩家嚟拜檔。啊，師徒兩家來拜檔。All right，多謝你廣義。哎，沙巴。哦，你沙巴哪位啊？見啊，你沙巴哪位？記得去家鄉啊，撞到家鄉我去沙巴丹南。哦，丹南。啊，攞個順利車咯。哦，丹南咩區嘅前山那邊啊？啊咩喺丹布蘭。哦，丹布蘭。丹南比較遠。哦。
哦呀，原来是呀。哦，阿孙啊。哦，hello，哥。恭喜发财呀！恭喜发财。OK， 红包我会给来。毛包。你的钱不多不。好的。哎，广义，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啊！多唱赢入来，多唱赢。OK，thank you，拜拜。刘广义都给我找出来，开玩笑的。哎，看一下其他歌星就好了，庄子就找了啊。还有什么歌星啊？我都忘记了啊，名字跑去哪了？来，再找。小黑 OK 了啊，这个 OK 了。他儿子有进来讨红包，手力啊，所以他今天没有做直播，两夫妻很得空。魏汉文啊，我找他，我找汉文啊，来啊，很快，来，快 ，fast，哎，掌声鼓励汉文来了。诶，怎么来了出去了的喂？大佬，喂，哎，再进来一次啊！缩了，刚才韩文你好，新年快乐！好，新年快乐，大家快乐！哇，刚好你今天没有做直播，我这里才几百个人罢了。如果你再出来啊，几十个人罢了这里。新年快乐！因为今天太多节目看嘛，对不对？很少人进来，还行啦，还行。今晚上跟大家老朋友聊一下，聊2分钟，全部进来了啊。有啊，你在看啊？我在看很多啊，很多朋友来啊。是啊，对呀、啊，姚爷没有空，姚爷跑去哪里？怎样？还问你的直播几时要重开？要重做？我进来捧场了。应该星期一啊。几时啊？星期一。OK。星期我是没有做，我都是做246的，可以了，不要创到。我叫秦勇，不行啊，少哥，我今天要拿红包啊，我要做。阿拉妈。好啊。是啊。OK， 最主要大家平安，好。对啊。我们歌坛是这样的，静悄悄的，对了，几个碗食執生就对了啦，我没有办法啊。是啊。对啊。应该过渡时期。我看到你很多fans吗？有fans，不是每个fans1块钱我都发达了咯，3000个fans都没有，不是这样讲吗？那就没有办法啦。是的，好，OK， 他们谢谢你进来，谢谢你，新年快乐啊 ！OK，Thank you，Thank you very much， 掌声。还有谁的电话？还有阿拉妈，还有12个红包啊！我老板迟早要请做秀，迟早了 ，NS 我都知道，迟早我会走佬了，这仆街了啊！阿莊冇乜亮，哎呀，玉蘭笑，再見，你要出去了 ，OK， 去看一下秀，今天有个秀很好看，我在里面的，啊，毛八亮 Q 啊！阿莊毛八兩條，你真的拿到紅包對不對？啊，又來一個阿莊的聲，2348，哦，你發給我，謝謝你啊。AD 親是喬華咩？喬華，我找喬華。阿林啊，你以為我找就找啊？不容易找咧，咩？喂，哇，你以為真的顯現要找誰就找誰哦？試試看，喬華。喬華，問題喬華用什麼名字？喬華，問題我 set 他什麼？哎，我找劉燕燕看一下有沒有空啊？來了，
找留言看一下。稍安某抽，应该是没有啦。女孩子嘛，女孩子啊，很多人都请她吃饭。来了678了，尽快678了，还有40分钟，我要退场了啊，我要宵夜啊。来，再找另外一个，啊，有求必应现在。噔，乔华找谢玲玲啊，很难哦，大红人，对，乔华，華仔，中國印度人，冇啊，沒有算啊 ，OK， 算了吧，有關粵語。黃小鳳啊，我找一下，黃小鳳，我的徒弟，黃小鳳啊，黃 H 啊，黃 H 啊，黃小鳳 ，OK， 很快啊，等我一下，很快，馬上請他出來一下，哇，紅得不得了，現在，一晚上拿整萬粒星星啊，真的服咗佢啊！我因為沒有穿裙，我穿裙爽啊，大把星星啊，不是開玩笑。瓦迪在中國你要請他，今天給回你328是不是哦？阿 Sam 哥，今天一流啊，找阿爽啊 ，OK， 還有時間。慢慢找我的好朋友、好兄弟 ，OK。黃小鳳沒有空，不要緊，再找個啊！我再找大把歌星啊。這個啊，我試看下小平平啊，小平平，沒有啦。他看到這種電話我的沒有，這個 video call 很多人不敢接的，為什麼？頭髮剛剛洗頭，還穿着睡衣，怎麼video call？啊，這樣我要找阿爽的了 ，OK？ 阿爽啊，阿爽一定在了啦，有求必應，馬上找阿爽。你又叫阿爽，你楊有才，偷笑一下。來了，掌聲鼓勵！有才恭喜發財！恭喜發財啊！給大家看一下楊有才，觀眾要求楊有才要出現，阿爽。收卡啊！有冇看到嘢？有冇看到矮啊？找於小龍。於田龍係嘛？於田龍阿 Sam， 於田龍，前個聽。在沙巴哦。田龍坐沙巴，多謝打本嘢啊。係啊，你見他做太平係嘛？竟然在太平個太平。嚟出小豆有嘅個別款啊，太平咧學架曬啊。學架曬太平咧土產。你看。很好喝，荷甲曬啊！荷甲曬很唔錯啊！好似咩荷蘭曬？係啊！而幾個來一女咩行龜哥啊？遠飛咩龜哥荷甲曬啊？冇問題，一本兒平常嘅太平嘅土產。今天好鹽，還有隻鹹鍋邊啊，鹹鍋邊一流，係中意。OK， 好啊。大家恭喜發財，牛皮通天。OK， 謝謝，多謝阿爽，好，仲係注意下，今晚要咪唔啱咩？同埋注意下 ，thank you， 恭喜發財。要兩個月謝上帝，要500錢。甩兩個要500錢啊？冇啦，啲張皮膚係就咯，注意下。background 幫你嘛 ，background 嚟。都是有500錢。是啊 ，OK， 不要放個 background。
OK， 继续 OK， 好，多谢阿松，掌声。你看一下，放 background 的音乐也要版权，怎么样做？所以他们怎么样做？我不知道啊，我做我的了。我只去九七，我只去九七。哇！我又很想唱这首歌，又不敢唱，每一次唱的错了的。唱这首歌了，我最喜欢离这首歌了。那个凌空，看那凌空飞过燕子啊，阿松啊，看那凌空越过的燕子。它是来自北方的海岛，那里有我心爱的姑娘，她是否爱我依然？你说人生就是战斗，别辜负美好时光。摩登线白了少年头，空悲切。姑娘，姑娘，还记得那临别的誓言？姑娘，姑娘，你要等我哪一天？凌空越过的燕子。你个来自白痴的海岛，改了歌词啊！那里有我亲爱的姑娘，她是否爱我依然？你说人生就是战斗，摩登线罢了时光，嗨，唱错了。摩登线白了少年头，空悲切。姑娘，姑娘，还记得那临别的誓言？姑娘，姑娘，你要等我哪一天？Oh my God！很喜欢唱那个，都会忘记歌词，因为太多歌在脑那边，哦，不能怪啦，啊，你看还有，我要请到另外一个进来一下，我这个人一定要找他，为什么要找他？他很重要一下的，他跟我一样的身份呢，什么身份？制作人身份嘛，南方。金牌制作人郑国亮，嘿嘿，哎，快点进来 ！Hello， 这样早睡咩 ？Please， 国亮，人家走完了，赶快，赶快！有500多个人啊，不错，年初一哦，哦，没有啊 ？OK， 没有算了啊，不要花时间，不要花时间。来，我喜欢唱歌，今晚上唱歌啦，冇问题耶。哦，不要唱个北北那个。春风它吻上了我一脸，唔会啦，对吧？唱的刺激的歌面汤子啊，好刺激啊！好啦，就得好中意聽首歌，食飽就少煙。那種食飽冇少煙呢，就好像炸骨都冇炸到冇炸到一件條啊，嗰件條，來，嘿嘿 ，come on go， 哦吼！你看我現在的音樂。人人講愛呀愛嘅，歡笑意見，快樂過
新鲜完全，食饱饭，冒烟在那水唔烟，饮茶，伊的名就当抽烟。喂，飲咋啦喂？市面上許多煙，太師宣傳廣告店，輕水的最新的高粱好漢，馬波羅紋身的悠悠看，一秀美熱門35，高飛的皮特辣嘅煙，莫有東廠單去出錢，老變身贊助有眼鏡，毛錢最狠攻見烽煙，哈哈哈。人人講藝啊來見，歡笑意氣人，快樂個新鮮完全。食飽飯，冒煙在嘴唔煙，飲茶飲啤酒當票煙，你哋強，哈哈！市面上的許多煙啊，台式宣傳廣告店，輕水的最新的高粱的好漢，馬波羅紋身的悠悠看，熱門35。高飛的皮特辣嘅煙，莫有的斷腸單日出錢，老變身贊助的有眼鏡，毛錢最狠講見烽煙。我要前面，耶！尋夜一種大雨，拍起我的夢，拍起我一條夢啊！好呀好，我叫你唔通，你偏得拍起我的夢，因為迄個人啊，吃苦都無來予我夢，思思念念，思思念念，心愛迄個人，心愛迄個人，已經愛着別人啊，只有點知，只有點知，夢中才是我的人。為何你愛着別人？耶耶耶耶耶 ！Thank you。我現在找一個，人家要求了，寫到名，沙巴客家國王倚天龍啊，天龍歌不是這樣唱的。起碼歌不是這樣唱的，我不知道有在沒有啦，我試試看啊。哇，我一腳飛呢，飛已經結了，我結了荷蘭啊，一腳殺給荷蘭去 OK， 看還有在沒有？倚天龍，天龍多龍，天龍有20塊來自賴慧明，倚天龍進來，掌聲鼓勵一下，哈哈哈。哎，你們要求倚天龍進來了，天龍。哎，你來了哦。天龍，歌不是這樣唱的。又咪靚仔啊！又咪靚仔。哇，好你有型啊你啊，天龍。乜鬼事啊？好有型啊你啊，好有型。好有。唔叫你啦。好有型啊你，沙巴國王係要咩？係咩國王嚇 ？OK。果善所善同咩果善咯？咁啊？啊！而且咧做個餅換嚟做切波咯，咪餅啊，切波用啲鹽椒。而家做切波啊？係啊，切波啊。所以見到做切波點解唔咩咪好？看到呀，全部看到嘢。而家有橋啊，阿鄭有橋，阿鄭啊。係喎，捱天咁通，天咁通，做嘅唔曉咁通而家點倉係倉5尺啊？點咧？要結婚而咩做啦？切波過來咯，切波啊！係啊。難過現行嘢啊，3個。OK，見到沙巴有咩行情？見到乜嘅前田人所以 OK 冇？沙巴 OK 啦，看起來對沙巴好多係呢後貴啦，即係講矛盾通照啦。哦，
沙巴有乜地方照啊？全部沙來咧，行出啲踩到沙。收過嘅，有爸爸咩？而超係 Q 咪同收咪起碼拍鋼膠滿天都係沙嘅喎，滿係腳都醃沙啊！照啲沙對嗰拍啊，而且咧。那是劇情需求嘛？劇情需求。OK， 要發到財貌，國戰咧。要發財貌，沙巴要發財貌。哎呀，原本就係樣，兩面都該講要啊嘛。梗係嘛，手指都講啊。要發財咩？把啲紅包過來咯，孝親敬老，75歲e-wallet，你有識 e-wallet 咩？啊？係啊，昂優樣嘅啊，田龍。咩係最困難做啫？最困我嘅網絡經理人啊，阿桑兄嚟做啊。你就好啦，有網絡經理人。我喺上邊，你識嘢啦，養有才嘛。哦，阿財哥呀。阿桑嘛，見得嘢咁多。誒，阿財哥衰嘛？好，就做啲睇片啊，睇片。佢做睇片，佢叫乜樣嘅嘢？咩？佢係問候你老母好唔好啊？問候你老母好唔好？你老母咩？飲乜號毛？飲乜？飲乜 OK 啊？哦，有心啊 OK， 好啦，誒，多謝葉來傾偈，多謝啊，聽到。OK， 有機會啊，新年快樂，新年健康。OK， 多謝，掌聲與天龍。Thank you。哇老，開玩笑啊！沙巴仔都應該喊落來啊！哦，而家長就咪跌個靚照嚟喂，啊，用個銀叫佢都，你望入來，啊，差唔多叫中噶啦，誒，係要銀黨員啦，唉，唔怕嘛，你唔照得喂，誒，飲啤酒，嚟，有邊個未收到紅包啊？快啲報名上嚟，啊！哎，後面沒有8的啊，5288可以啊，余秀美，後面沒有8的電話你會放出來啊？哦，還有幾個紅包有？不夠我們再加啦，紅包罷了嘛，對不對？啊，曾國亮沒有空啊，盲人啊，夜京城988最好聽，你沒有整個號碼我就獻給你，哎，你說，啊？打到中聯富啊，中聯哦，哎，打到中，我，哎，打到中聯富中，哦，童子軍的頭是嗎？童子軍頭，啊，打到水中啊，你嚟講歪啊，你嚟講嚟咗拿紅包，哦，地哥亮出來了。Hello， 兄弟，你上廁所剛才啊，這樣久了。曾國亮，掌聲曾國亮。沒有，我想叫你進來談一下。因為拉時間，沒有話講了，要找一點名人出來講。啊，大家都有聽過。大家唱片上面印到曾國亮製作人啊，你是真人哇，你很像那個任達華咧，喂，掌聲鼓勵一下，哇老！除咗似任達華，仲有一個任人砌嗰個都好似啊！啊，國亮新年好啊，新年好，我看不到你，少哥。你不用看我。啊。你
哦，你要看我是吧？没有，你的样子，我对住那个，明白吗？啊，观众看到你，你不看我不要紧。你要跟我讲啊，你要我讲什么啊，少哥？我讲你今年的花红大不大南方？OK， 不敢讲。这个话题很敏感哎。4位数还是5位数给你，老板？你那天都有上南方老板严华义先生了吗？啊，是。这样子了哦，所以花红不是最重要了的啦。对，谢谢你，老板，那支酒哇，欧帕，一流啊，那支酒。还有那罐鲍鱼啊，就比较寒酸一点啊，100块3罐，才给我1罐。鲍鱼是我另外加下去的，因为他那个纸袋装那只酒哦，哇，会摇来摇去啊，哇，拿鲍鱼塞住哎，你真的是，那个鲍鱼蛋是很贵的塞住的东西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误会了，哎，跟老板讲误会了，哇，你真是用心良苦哦，你真的是，而且你还送那个韩国的梨啊，每个抢，哎，我要一粒，哎，我真的今年啊，年3、4晚就分梨啊，我女儿拿1粒分梨，我可以再拿2粒。帮你整粒给吗？一箱里面有8粒吗？不是分掉它啦？哦 ，OK，是啊，我私人临时临机买的。谢谢你，郭亮，谢谢你，很有前途。我没有想到这个时候你会 live 叫我来 live 少哥。哎，我刚才放那个John Dio的什么迎宾歌，不就有版权没有？应该是没有了，它是音乐来的。啊？现在的版权不是你放 John Dio，但是那个版权不一定是 John Dio 在有持有，还是在没有音乐来的，它欢迎歌、欢迎颂啊！你听过没有？在网络我到处好听啊，好听。看多好听啊，雄壮，小声。我还做 background 音乐嘛。哦。这样都有版权，我都没有办法了。我这样小声。这个真的很难讲啊，这个很难讲。是啊。嗯。有版权不？有版权，他们消音消到你这段都看不到你了，我的直播。你给我拿广义的电话，我以为就是纯粹叫广义，我没想到你就 call 我的。是我 call 了很久了的，这所以在他以前是馬騮幹燒燒咧，從阿燒霜嗰時，一接南方邊養到人賠本，他哋責任咧。你 Q 版今天好燒啊！燒個梨衣啊，梨衣作3件3件作4件啊，同你講影相嗰時。已經拉咗好邊去啦。係啊 ，OK 啦，好啊，喂，祝你新年快樂，全家人阖家平安啊，國亮。謝謝你的光臨，謝謝你，來掌聲給鄭國亮。Thank you，拜拜。OK， 差不多7、8、8了啦，哦。哎呀，大都輪秀，你要打電話，輪秀。Uncle Sam， 你又講先回給我，是不是哦？我不知道，哎呀，來唱歌就爽了，來，好了，講點5288。คนที่ไล่大都中年夫啊，重要夫係冇，即係中年夫嘅。阿老少有流晒啊，大都是啲啊，你那邊潛大都一潛地，大都就潛去大都來喎。有個同志滾條好難潛喎，我潛佢全世界幾萬人嘅潛佢啊嘛，潛下快啦！大督點解好到大督？你看大督李宗偉，我點咁嫌佢？大督陳天頌，大督阿德，哇！大督 KK， 大督史立庫，大督陳才和，哇！好多大督，哇！蔡寶強、鄧國威，大督洪熙娣、雷志雄啊，他沒有空是吧？等一下我找他。大督輪秀，找到你那麼。找不到你爸爸，可能你爸爸生了大肚失利了，难找是吗？啊，大肚买个钟，我等下找他看他好了没有？好，喂，
大都3，来被鬼也冇啊！大都中没有状态，我试看啊，我试看找童子军的头啊！大都4，come on，come in，please，come in，大都4，掌声鼓励！来研究，哎，大都，你笑。直播 ，OK， 我们谈一下，先老子来谈一下老子。哇，以文家言都好咯。来，研究来喂。我上過研究嘅，阿倫少兄係過研究，我要做直播，係嘛？呢個有線啊，咩喺喺度 clip 卡送幾招過來咯。哇！阿倫少哎呀，定買5個碌，買5個得就將個 very good 好食嘅咧，款晒咯，嚇 good 啊 ，very good， 身體健康啊，大都4。哎，係啦，我知道，哦，我要沒啦，哦 ，OK， 新年快樂啊，大都4 ，OK 啊，掌聲鼓勵。All right. Okay. 那啲風，朱林葉啊，朱麗葉。但衝落新年過去咯，冇錯啦，馬上嚟啦，係啊，馬上衝啊，嚟，好嘅啊！一路講係創幾多年啊？20幾30年啦，好啦你啊！10條毛佢夾落來，無事來強河，山吹放葉破，風把到葉兒爆結多，打起鑼鼓5把背後頭，跌打落。到處無事先在多，熱到點事來強河啊！10條崖後坐，車架合作愛練習多，5把雙切流，那崖拋對門啊六婆，愛海夜上花用色彩多，竹林入，開土咁作，隔山吹牆的看得多，木水是咁作，大環流，吹天牆。到處開放親真的多多亮國王恢復愛情在數百多，好啊，興啊先，一連，故事都來強破，山吹風熱破，風把得葉兒爆結多，打起鑼鼓5把背後頭，跌打落。到處解放啦，實在多啦，熱到劍士來強河，10條崖後坐，車架合作愛練習多，5把那雙切流啦，崖拋對門的阿六婆，愛會夜場花樣實在多，等等啦，吹槍把解土咁作，隔山吹槍的看得多，木水是咁作，大環流，吹天槍。到處解放青山多多的兩國王恢復愛情在數百多，財神高照土地多，要唱歌，做得好計趣先嚟我有啲講邊又忘記嗰詞咧，做30年啊，喺條等你那天。唱嚟唱去唱唔出，我奇怪，佢有以來啊，一路昂一路唱嗰啲啊，YQ 用 Kitty 裝 ，Hello Kitty 裝 ，OK 紅包送完了啦 ，OK 啊，Uncle Sam，
如果講醃咗300邊嚟講，你要唔要？俾人然後好市儈。誒，要就來2700喎 ，civil law， 是乜嘅 law 啊？是話 law， 冇啊，裝修業 BBP 嗱，可以咩喎？冇喎，我冇看到。冇看到328啦，呢邊貨嘅嗰啲嘢。六，哎呀，你有冇睇嚟啊？唔咩啦，拿叔係用咗644條，係12嘅，唉，搞錯，係我撈個600條來。我有沒有說到？昨天一，你要天霸有沒有84嘛？喂。有8，但是你没有注册你的 e-wallet 呢？好，幾條件？來了啊，幾條件？710 ，OK， welcome。大家年初一啊，沒有東西做，是吧？談一下，其他全部都做完了咯。你有，但是我們線不過去哦，我真的有線哦。我們再試一下Jolly Yap 吧。你。好啊，我和家人很喜歡聽你的歌，可以啦。陳百基2188，哇！呢個0102222188，哇老有註冊啊！表姐，我留住你的電話，我今天線不到，明天線，初一線不到，線到15線不到啊，線到清明線不到，線到五月節線不到，到中秋我一定收到，你。遲早會等到我。山又高，呀水又清，你在東來，我在西，山把我們分，陽把我們離，你總有一天等到我。這首歌年初一不可以唱的。不可以唱，為什麼？這是棺材店放的嘛？嘉利旺，哇！美國就跟我討紅包啊！嘉利，你應該美金過來啊！我才先過去啊！豬添啊，添豬添。現在美國現在是早上10點多。嘉利旺，他是姓温的啦，本來 WENG Charlie Won 的 Charlie Wong，Chris 泰旺，很爽快。今天沒有壓力啊，不用寫台詞嘛。陳仁富收到紅包啊 ，OK。哎，你是給我還是我給你？哎呀，講好啲來啊。如果美國的先。他也沒有e-wallet嘛，對不對？哦，現我的戶口嘛。家裏問3089289327，趕快寫張紙啊！他講我，好市儈啊！而家我有大陸筆啊，我寫一個，我不是獻給你們看的。大都，你還沒有紅包還沒有進來啊？我等啊，你知道我等你紅包嗎？啊！我在等你的紅包，啦嘛！我這個寫給美國的哈 ，OK， 哇！你當892892當2737啊！大眾沒有水的，打到這支筆來換櫃子，來，再來一個。我這個表弟在美國生活不錯，你寫漢，其他顏色冇唔寫了，來快啊！這個可以，328928932，327啊 ，PUB LIC Bank
创少林 CHONGSAULIN，来，我给美国的看，美国，倒转头了，倒转不要紧。家里问 ，3， 我按 Q 美过去啊，3089289327，把 Breakband 创少林。Charlie， 不要多啊，美金不要多了，50块就是200，100块就是400，500块美金了。啊啦，以前的古瓦 K 啊，有在啊，但是很早出来。你是YouTube找他了，他最近有介绍茶粿条啊、咖喱面那些，一讲钱啊，平時冇事幹，大家有得傾，講錢啊就曉是感情，年當衰時有得在住來日也醉。雪中送炭有百年，雪中送炭只有一个装雪中啊！掌声鼓励。按错了。乔他过来信，你信，乔他过来信说没有接电话，米基昂，我要红包，哇！我知道你要红包，你后面有个8字，一定给你的。玉蘭燒，蘭什麼都，蘭什麼菇是嗎？蘭燒，什麼？蘭燒嗎？蘭鍋冬，蘭那4個字怎麼講？蘭鍋，也忘記了怎麼講，很出名下。谁知道是什么？南寿香菇啊！南寿香菇，南寿香菇，那时候红包收的介绍过，你看真的有了，开玩笑，我有真的献过去的。好多年前有个年轻人，他失恋嘛，他说他很难受，想哭，他就写南寿香菇，我变成蓝寿香菇。来，大多路阿少哥，哪一个大多路？哪一个大多路？跟我讲，他会献红包了，我会找他。李连利 ，KSD 2348，香菇难受，香菇很难受，变成香菇难受。掌声鼓励，掌声鼓励。掌聲鼓勵，一流啊！差不多了，還有5分鐘，我們要吃團圓宵夜啊！吃團圓宵夜，團圓飯啊！吃了，昨天還有剩很多菜，今天再來吃過。唱多首歌啊！經營講句話，哎呀 shit 嘅，唔錯哦！來，唱埋嘅，冇版權啊！最後一首歌，我的助理，我發了40個紅包，我才收到2個嘛，他們也是有點過分，對不對？初一啊，都不會做人，對不對？人家拿紅包拿到亂了，外面18歲聽那個什麼用？你拿18塊給我，我唱首歌給你聽。講笑話，電影都講句話。Come music please。Yeah。我自獻的音樂，恭喜發財！你客勤嚟啦，客家你客勤，安哥好啊，找大多瑞啊 ，OK。Hello。
界上每一切人都係為講話，樣樣新意慶祝嘅人最叻學講話。One two three four five， 都會飛機下，你大河一吐人人害怕就要亂唱，本人的母人哪裡人的都有話，你老跟日本人人冚巴話，孟加利講話，你記起阿茶。你的韓國唔關意外，為冚沙哈面達，樣樣都唔怕。最怕係講話，喂，我用bahasa bicara banyak susah. Anata, good night. Yok Lan Sao. Christy Wong. Good night everybody. Happy New Year, LXCKC. Trần Quốc Ly. 傳説會切會責言，愛學bahasa，就算報恩一馬打了，樣樣都唔怕。對於係笨蛋，錯就係傻啦。看到警察同人就會向着馬打。Assalamualaikum 禮貌嘅面說話，判事我夾夾條件多窿啦。設立一個招，太立起不傻，樣樣都是貼貼地義，協助一時咩話，檢視計責嘅，就協助刮痧。最快樂係要講人類 Hari Raya Selamat Hari Raya Selamat Deepawali Selamat Tahun Baru Cina Sembarang angpau kasih angpau cepat dimasak sedap dimakan angpau yeah 世界上每一切人都係為講話，樣樣新意慶祝嘅人最叻學講話。One two three four five， 都會飛機下，一到一度人人害怕就要亂唱，本人的母人哪兒人得都有話，你鬧跟日本人人冚巴話，孟加利講話，記起阿茶，你的韓國唔關意外，為冚沙哈面打，樣樣都唔怕。最怕係講話，我用bahasa bicara banyak susah. Come on, go! Thank you very much. Arigatou gozaimasu. 감사합니다. 너무 난들이.感謝你哋，多謝你哋，多謝你哋入嚟，多謝全部今晚嘅朋友，全部多謝你捧場，我哋後會有期，祝大家晚安。新年快樂，新年快喜，喜越高要喜嚇。Thank you， 別錯我要掂。Sam Chin，Thank you， 多謝各位觀眾，晚安。眼藥水哪裡買？通常大的法瑪西都有了，我一定有的啊！你一定要認清。Bio Aquacel 萬靈清肌水，如果你買一罐去法瑪西啊，你要買一打來找我。謝謝劉芳芳最後進來 ，Good night， 多謝，謝謝我們美國、香港、澳洲全部的朋友，謝謝你們，有點累啊，因為昨晚上那個炮仗啊，打得我很厲害啊，大家是 Good night，Thank you， 晚安，大家晚安。謝謝，來了，關機了，我們再約個時間 ，Thank you， 我關機了啊，很不捨得，劉芳芳，好了，劉芳芳，我們下次見 ，Thank you， 靚仔，入志星，中國哩，全部紅包，如果沒有拿到的，我再安排一下，來，謝謝你們的支持。有你真好。